手上預算唔多，覺得上車珠海市區壓力又大，唔知道係應該揀金灣定係島門，又或者係坦洲嘅朋友，聽好啦。今日呢，我用2分鐘講你知應該點樣去揀。聽完之後啊，包保你唔會揀錯。首先第一個，想要呢通勤方便，揀坦洲。除咗珠海市區啊，最近關口嘅地方啊，就係坦洲啦。以坦南為例，幾乎15到20分鐘可以翻到拱北關口或者係港珠澳關口啦。所以咧，坦洲嘅樓價都係越靠近珠海市區，個價錢咧就越貴。似中澳春城、佳景康城，依家賣景個價錢咧依然仲要賣12000到17000。第二個，想配套完善，環境咧又舒服，咁就係金灣航空新城啦。通過10幾年嘅發展航空新城依家咧可以話無論係商業或係學校，但係人流都係越嚟越完善啦。尤其係環境方面真係特別舒服。再加上依家嘅樓價咧都比之前平咗好多啦。就例如粵海10貴府，依家真裝現樓14500就可以買到啦。就算係第4代住宅華發金灣府，依家講緊都係先至16000嘅單價。第三個，想要平又想要性價比，咁就揀島門嘅湖心路啦，或者係湖心新城啦。呢度依家嘅樓價咧，幾乎都係10000出頭，平嗰啲咧7、8000都有。例如龍湖天藍85方嘅3房2衛，總價咧講緊都係唔使100萬就可以買到啦，又係新規100%嘅使用率，仲配帶埋會所添。最後咧總結落嚟就係，想要通勤方便，揀坦洲，盡量去揀靠住珠海市區嘅樓盤，千祈唔好去揀嗰啲靠住三鄉一帶嘅，否則就失去咗揀坦洲嘅優勢啦。想要配套完善，環境又舒服，咁就一定係揀航空新城啦。除咗市區之外呢度嘅配套咧係最完善噶啦。翻到港珠澳關口咧，講緊都係先至30分鐘左右。想要平又想住得大啲，咁就揀島門嘅湖心路或者係湖心新城，唔到100萬就可以買到間大3房啦。我係大足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嘅真實珠海樓市。